今天俺朋友做大锅饭啊，我搬来了20箱黄桃罐头，我也都发吧，来，1人1罐啊。哎，要经常性的献爱心，是不是？来，1人1罐，来，奶奶给你1罐啊！来，我送给大家的就是这个19块9到手6罐的哈，而且试吃1罐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罐头怎么样哈，拉环的设计。来，打开1罐，哎呀，看看满满一大碗哈，这吃起来桃香浓郁，这个水喝起来酸酸甜甜，而且这个配料干净哈，有黄桃水和白砂糖，大人小孩老人都可以放心吃。之前买过咱这个黄桃罐头的，现在都3箱5箱的往家带哈。现在大鱼大肉吃的都腻，而且咱都开空调开地暖，是不是？在家里比较闷热，你来1罐这个黄桃罐头，吃起来冰冰凉凉，特别的舒坦。再给大家说一下啊，19块9到手这6罐，你平时买一瓶饮料是不是得5块钱？而且试吃1罐，有想吃姊妹们点击左下角，放心去拍吧。